為了他們的未來出來抗議。對於我哋00後同90後呢兩代人嚟講，香港由細到大所見到嘅都係好絕望。光復香港！其實它也是就是不斷進行、不斷發展的。他們所謂的民主，犧牲了我利益。自己背後收啲乜嘢你係唔知嘅，請大家請各位小朋友。我們去前線去看吧。好。你要小心一點。好。